第二個 GDP 突破5萬億嘅城市終於嚟啦，唔係廣州，亦都唔係深圳，係邊個啊？就係我哋嘅首都北京。咁5萬億嘅 GDP 究竟係咩概念呢？放眼全球 ，GDP 可以突破5萬億嘅國家先得個20零個，北京同上海真係實打實嘅富可大國。睇下吉利韓國，上一年 GDP 大概13萬億，北京加埋上海直接追上成個韓國嘅經濟體量。再睇日本嘅東京 ，GDP 先係6.6萬億，上海今年咧係好大機會會衝上6萬億，畢竟佢一直以嚟嘅增速都快過東京。由此可以睇得出，北京、上海一早就有實力同全球頂級城市硬碰硬，無論係吸資金定係吸人才呢方面，功力咧係越嚟越勁。而家深圳嘅 GDP 接近4萬億，廣州先啱啱過3萬億，同北京、上海比咧確實係有距離，但呢個差距其實都好合理。北京咧係全國4大中心，上海咧係5大中心，兩個都係中央嘅直轄市，天生咧就有好多嘅先天優勢，有自己發展嘅護城河。譬如央企總部、外商華區以及亞太區總部，仲有好多嘅國際組織，落戶首選咧都係北京或者上海。廣州、深圳頂多就係副省級城市，可以享受到嘅紅利政策係冇人哋咁多。但講到創新科技、新型製造業同埋貿易呢啲，正正係廣深嘅核心優勢。比亞迪、大疆、騰訊呢啲龍頭企業總部全部喺深圳。更加關鍵嘅係，深圳、廣州位於中國最大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，呢度有9座城市，2個特別行政區，一早咧就形成好清晰嘅產業分工。香港做金融資產，深圳咧主攻研發，佛山東莞咧就負責製造，中山高門咧就專注技術同埋配套生產，廣州咧就負責將個貨賣到全世界。而家大灣區仲打造緊半小時生活圈，港珠澳大橋、深中通道呢啲交通工程，令到成個區域聯動非常方便。當粵港澳大灣區齊心發力時，連長三角都要面對嘅超強競爭。最後問題嚟啦，下一個衝擊5萬億嘅 GDP 城市，你覺得邊個機會更大啊？